西螺大桥捌做远东第一大桥，其中上主要的推动者就是在地前西螺镇长李应同。阮爸爸伊家己写一批诗人，甲迄个美国经济开发总署请求美元。这个蒋纬国将军啊，带阮爸爸去见这个蒋介石，总统。总统本来嘛是讲无钱，阮爸爸就甲伊讲，已经请美元啦。若要反攻大陆，佫更加爱起大桥，因为这伫军事啦、伫交通啦、伫经济拢足重要。安尼西螺大桥再搭起。伊的故事甲精神，嘛亲像西螺大桥，永远记伫咧台湾的历史内底。